报告里面最喜欢做什么啊？我最喜欢在下课时间玩球。哦，那点点你呢？我最喜欢跟大家一起玩游戏。你们两个，一个喜欢搞 Q&A 玩球，一个喜欢搞游戏玩游戏。那你们的同学们呢？他们都在做什么？记得都给做吗？跟我们一起玩球、玩游戏呀。怎么都是在玩啊？那其他的呢？有没有比较喜欢上的课啊？譬如说画画课呢，或是体育课？我最喜欢放学了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在学校真的都有好好上课吗？当然有了，彤彤姐姐，前几天老师看我很喜欢告 Q&A，就让我加入球队哦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！那我玩123木头人很厉害哦，所以大家都让我当过哎。报告学校，报告学校。彤彤姐姐，你有看到我的铅笔盒吗？没有哎。你会不会放在报告啊？搞游戏，玩游戏，搞游戏，玩游戏。彤彤姐姐，我们来搞游戏好不好？好啊，那小蜜想玩什么呢？跳绳。搞 Q&A 玩球，搞 Q&A 玩球。小蜜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搞 Q&A？好啊，我搞 Q&A 可是很厉害的哦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一下看看你有多棒哦。搞 Q&A 搞游戏，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我呀，拜拜。